마섬 제미 시로 바르제 마제 명가 나게 모니 소소라게 예시 대수제외 용로 차세로 대야다 가데 바라 성거데 무데로 대야다 가데 바라 성거데 무데로 대야다 가데 바라 성거데 무데로 年对学我从军事年间也学真的感业当了等吧，当时年间觉得这种在我刚到阳当等白土农那我跟着那种的说吧，年对这就是上届今年用的了长城路，刚给这些这我用我买吧，店买吧，吃吧买吧，当买吧，我买吧这。 这半年学习的，我这边上节嘛，那么些谈吧得了长城路。Dear spiritual brothers and sisters, I am very happy here with Buddhist brothers, sisters from I think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在此的法友兄弟姐妹们，我非常的高兴，在此呢这样一个机缘，能够见到这些来自各地的佛教兄弟姐妹们。那在这个特别的多元文化的这一个城市里，那应该在此这个有关佛学的演讲是应该针对佛教徒而说的，但是我想在场的许多的听众应该来自不同的这种信仰，想必绝对有不同的信仰的信徒来到此地。同时是这一排，我也看到一个锡克教的信徒。One Sadaji, one Sikh, the follower of Guru Nanak. 那他是 Guru Nanak 的弟子。Thank you. 谢谢您来到此地。And naturally some Christians. 那在此有一些基督教徒，说不定有一些回教徒，想说说不定会有一些犹太教徒等。So now my main sort of audience. 所以呢，我在此最主要的听众，当然是针对佛教徒而说的。因为我说这样强调的说，是从不同信仰的众来到此地的话，觉得如果保持自己原有的信仰，这是比较安全的，比较有保障的，不要随意改变自己的信仰，或者是混淆不同的这种信仰，这是不安全的。那当然，我们可以学习，透过宗教之间互相的交流来去学习，但是自己的这一种基础的信仰呢，是自己的信仰，我们要保持。但是在这个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信仰获得一些教训，或者获得一些知识。尤其是在今天的世界呢，有时候宗教的缘故造成一些复杂的问题，所以呢，更需要推广宗教之间的和谐。如何去推广这种宗教的和谐呢？其方法就是透过互相的这种接近及互相的交流，了解到其他宗教信仰的价值。那这一种的认知，绝对可以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来去推广互相的尊重。透过这种的方法呢，才会真正的产生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友谊，那才能够真正建立互相的一种交流。所以在此，纵使是非佛教徒，但是纵使听了佛教的演讲或者是开示呢，也不会对你们有所伤害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从中去取得一些慈悲和爱的一些教授。看办法来帮助我们原有的信仰的这种慈悲以及爱的这种修行。所以我相信有一些佛教的教理里面的一些慈悲和爱的教训，透过佛所教授的一个方法呢，透过这种的修行，
去训练慈心、悲心，或者是宽恕、容忍等。这种的方法呢，我相信对非佛教徒来讲也是有帮助的，也是有利益的。有一些我是属于天主教的一些朋友，以及新教的这一种教徒朋友，那他们有时候会透过佛所教授的这种慈悲的方法呢，来去增长他们内心的这种宽恕，或者是忍辱，或者是自律等。所以呢，像以佛教徒来讲的话，在2500年前，佛跟我们说，跟佛教徒说了，有一些的修行，因为它已经存在的缘故，就像禅定来讲的话，三摩地，还有毗婆舍那，还有奢摩他等这种的修行，所以佛呢，就是从中去得到这种的修行，这一种的教训，还有修行的方法，在历史的角度来讲的话，一些后者的宗教信仰，有时候都会吸取之前的一些信仰、一些精华，或者是一些教授。就像后者的新移民，他们会从原住民去得到一些新的一些利益或者是好处等。所以我觉得要配合实际的状况来去得到。有一些人虽然说是耶稣基督呢，在当时就已经有一些想法，说智慧是来自于西方的，所以呢，耶稣基督就是得到了一些想法或思想，至于所以得到一些好处或者是思想来自于当时候的原住民曾经有人这样说，这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该这样讲，也就是说，在修行方面来讲的话，对于慈悲和爱的这种修行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其他的宗教信仰来去获得这方面的修行上的好处，但是在见解上或者是宗义上就不一样了，大的差异的。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宗教信仰大概可以分两大派了。大派呢就是说认为有造物主的存在，那另一者就是认为没有造物主的存在。所以这就是有很大的不同。纵使认为有造物主的存在，纵使是认为有造物主的存在的这种宗教信仰本身也有不同的，就像天主教或者是新教或者是回教，或者是印度派的一些支派的这些婆罗门教等，还有像犹太教，有许多的很好的可信赖的朋友来自这个派教，所以透过他们，我可以知道说他们的头上会戴一个小小的帽子，说他们会给我一个小小的红色的帽子，让我戴上我的头上，因为我有穿红色和黄色的这个僧衣嘛，所以我对这些不同的宗教信仰就是学习到一些内涵，学习到少许的内涵。他们对于一些宗义上的一个看法或见解来讲的话，是有少许的不同的，是有一些的不同的。但是这一些认为有造物主的这种宗教信仰，虽然有少许的不同，但是大家都异口同声的认为有造物主的存在。认为没有造物主存在的这一个宗教信仰，就像赤裸派，印度的婆罗门叫赤裸派，那跟佛教徒是很相似的，跟佛教是很相似的。那在这之前呢，还有一个古老的印度婆罗门教，称为叫桑伽，是数论派的一者。那数论派有分两者，就是一者的数论派认为是有造物主，那另一者的数论派认为是没有造物主，但是他认为说有共主相。那以及佛教这三者呢，就是赤裸派、某一派的数论派以及佛教这三派认为是没有造物主的存在。那在这三者，透过宗教，透过宗义的角度，也可以这么说，有一派呢认为有灵魂，也就是古代的这些印度的婆罗门思想，纵使他们认为说没有造物主的存在，但是他们却主张说灵魂或者是我的主张，他们认为这个叫做阿特玛，也就是所谓的独立的我，独立的自主的我，独立或自主的我。那这一种的思想或想法，就是说到了身心和我呢，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身，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心，就是我们共同的这种经验来讲的话，就是说我说到了我的身或者是我的心，所以所谓的我
需要成为一个身心的控制者的我。我是主宰来控制身心，必须有这个 Atma 我的存在。所以这一种控制者的我以及被控制的身心是不应该成为一体的，是应该分开的。就是我是控制者，身心是被控制的，它是被控制者给拥有的。所以当我们身体消灭的时候，我们称为叫死亡嘛。那在死亡之后，这还有东西存在，那这个就是灵魂。所以灵魂如果以重要的观点来讲的话，那它是主要的。所以灵魂不改变，但是身一直在变化，因为身会随着这一世的消灭而消失。所以身体会变，但是灵魂不变。所以 Atma 是永恒的存在的。所以只有佛教有不同的想法，在这一个观点上有不同的想法。我们认为所谓的我或者所谓的自己是由身心安立而有的一个假象。虽然我们可以这样说，我的身或者是我的演讲，我的心，但是呢，无论如何，真正的实际上的这种我的一个认知没有办法远离身和心之后再去找一个我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佛说了无我的这种见解，安阿特玛的这个见解，也就是没有我的见解。但是这并不是代表说佛教徒完全不讲我，如果这样想的话又是错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是我的一个感觉啊。我们佛教徒并不是这么愚蠢说没有我的存在的，当然有个我，但是我们仔细这样去寻找这个我在哪里，我的性质在哪里的时候是找不到的，并非是独立自主的，而是完全依赖着身心而安立而有的一个假象而已。所以我们认为我的存在是一个假象的存在，因为它是假象的存在，所以我们说了无我的这种想法，并不是否定了我的存在。所以透过这种中医的观点，即虽然认为没有造物主的存在，但是这些的宗教信仰呢，也应该要有关我们这一个生命是如何开始的解释，或者是这个宇宙是如何开始的一个解释。如果认为有造物主存在的话，那这一派的宗教信仰他们是认为说是上帝是一切的来源，或者神是一切事物的来源，万物的来源，他创造了这一切。但是认为没有造物主的这种宗教信仰呢，必须要对这方面做一个解释啊，这一切的事物是如何开始的，这一切的万物的根源是来自于哪里的呢？是如何形成的呢？包括了全宇宙在内，这是怎么形成的呢？所以认为没有造物主存在的这一派的宗教信仰，认为是因果的关系而形成了这一切的，因果的缘故而形成了这一切的。说不定无余数论派他们也认为说有因果循环。数论派分有余和无余两者，无余数论派应该也讲因果吧，应该是有的，知道吗？有没有注意？但是他们说不承认缘起的这个意思可能是另外一个意思吧。如果讲到了没有造物主存在的话，应该要承认有因果才对。但是灵魂的这种独立主张的这一派的宗义可能又是另当别论了。是格西拉就回答说，这一切的万物最主要的来源是来自于共主相。那赤裸派是怎么解释的呢？于是法王又问这个格西拉了，说这一切万物的这种根源是来自于哪里？所以我刚刚在很好奇的问说，就是这三大派认为没有造物主的话，那这个数论派，这个无余数论派，他们相信有这一切这个我们的灵魂是永恒的，所以以这个中间来讲的话是不同的。但是一般来讲的话，他们认为他们认为万事是如何产生的呢？我并不是很了解他们的中医，虽然我有很多次的机会跟赤裸派的这些信徒们见面或者是讨论，但是我不好意思问他们是怎么解释万物的来源。但是我们在西藏的这个经典里面来讲的话，并没有很详细的解释到他们的这个想法是如何，所以我不知道。但是因为佛教的见解是存在的缘故，所以呢，对佛教徒是这样解释的，也就是说，主张因果的这种循环
因果的这个规则或规律，那这是由我们日常生活也可以去体验到的，也可以知道的。我们现在看外在的这些的世界，外在的这种物质，一切都是有因果，它的因有它的缘，聚合之后而形成的。同样的，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啊，透过因缘聚合而改变的。所以所谓的改变，或者是正在改变的，很明显的这种初分的无常、初分的改变呢，因为有初分的无常、明显的改变，所以这个意味着有个不明显的改变，就像好比我们可以透过一年来知道说有四季的改变，我们可以知道说身体的改变，所以透过这一年改变的存在的认知，所以我们才可以知道说每一个月都在改变嘛。每一个月的改变是因为每一天在改变的，每一天的改变是因为每24个小时都在改变了。每24个小时的改变是代表每一小时都在改变，每一小时的改变是因为每一分钟在改变，每一分钟的改变是因为每一秒在改变。所以所谓的改变或者是无常呢，可以分两者。一者的无常呢，或者改变呢，我们称为叫初分的无常，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用肉眼可以看到的，或者是透过我们的五根可以去知道的、得知的。那但是在更深入的这种明显的这种改变呢，我们称为叫细微的无常。那只能透过智慧来去推理认知的。当然，我们现在有现代的仪器透过这种显微镜来去观看这些物质元素变化的时候，他们可以看到细微的这种原子呢正在改变当中，而且是一直在晃动，一直在变化当中。所以这个就是一切我们可看到万物的，包括我们的身心外在的一切万物的这个基础，那就是变化，也在改变当中。所以这一切的万物都是来自于这种非常非常细微的这个支分聚合，而形成这种种种的改变，而形成了我们可以看到的用肉眼看到的明显的无常。所以呢，透过这种细微的无常，可以知道说，因为每一秒都在改变嘛，那为什么每一刹那都在改变呢？是靠什么样的力量让它每一刹那都在改变呢？是因为这些的有为法，它这一种的改变是因为依赖着因缘而改变的。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因，如果是，当然，我首先必须要首先声明，就是在修行这方面来讲的话，不同的宗教信仰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修行慈心、悲心、爱心等。我们可以从中互相的吸取这种教训，或者是互相的学习，那这是很有帮助的。但是讲到了宗义这部分来讲的话，就有很大的不同了。所以呢，有一些佛教的宗义可能会伤害你们原有的这种造物主的这个信仰。当然，当我在讲这方面的这个宗义的时候，请你们把耳朵给闭上，不要听，因为我怕会伤害到你们的原有的信仰。因为在此有一些基督教的信徒，那有一些的这些牧师，他们真的非常的好，当然也是我的朋友，非常好的朋友。那他们对于这个西藏的一个自治来讲的话呢，他们有完全的支持。那有一次他就是非常在美国的时候跟我说，他对于这个缘起性空的见解深感兴趣，就是缘起性空深感兴趣。于是我就跟他说，这个不是你要管的事情，这个是佛教徒要管的事情，你不要想这方面的事。我那时候是跟他这样讲的。所以呢，如果讲到宗义这个内涵的话，那是完全就是无法去帮助其他的信仰的。尤其是认为说有造物主存在的话，佛教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怕会影响到你们原有的信仰，对你们会造成这方面的伤害，让你们产生矛盾的疑问。所以最好你们保持原有的信仰，就是你们原有的信仰的这种专注力，这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很纯真的、纯净的这个信仰呢，你们要好好的保持。所以在你们的宗义见解上，你们要完全的相信造物主的存在，不要轻易的动摇。So now, continuously about the Buddhist concept of interdependency. 那现在我们透过佛教的观点来解释有关缘起性空的这个内涵呢。
就是说因本身它的性质是本身就会改变的性质，它也是每一刹那都在改变的性质。如果因本身它不会改变的话，因如何能够形成果呢？这是不可能的。或者是说不会改变的因，它如何形成会改变的果呢？这也是不合逻辑的嘛。所以呢，一切的因不可能是常因，也不可能是不改变的因，而来去形成改变的果。所以我们认为说，一切的因本身有同样的性质，那这个性质就是每一刹那都在改变的性质，所以所形成的果才会每一刹那在改变的。因此，以佛教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在看诸法的时候会觉得说它是个别的、独立的，但是我们看不到说每一法存在的时候，它每一刹那在改变的这个内涵，我们却看不到。或者是说它依赖着其他的因缘在改变的这部分细微的无常，我们也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理由来去知道，当我们在讲因果的时候，因它是在果之前，果是在因之后。所以这样的一个观点来讲的话，因果的形成不需要前后世来去设定，可以在同时间设定。也就是因为果而安立成因，果会因为因而安立成果。所以这个因果的案例呢是同时间产生的，但是我们去看的时候会觉得说，每一个因和果都是独立的、不同的性质，不需要互相依赖的而安立。是所谓的灵魂，或者是自己，或者是我。如果是常法的话，这是与逻辑有违背的，这是很难主张的。因为所谓的我是完全依赖着身心而安立而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心改变的时候，我们说我在改变；当身在改变的时候，我们会说我在改变。所以远离了身心或是语的时候，找不到一个独立的或者与身心毫无相关的我存在啊，那是找不到的。所以因此而形成了无我的境界，而且我们也很难认为说有造物主的存在。所以所谓的缘起或者是互相关怀的缘故，因为逻辑上是如此，实际的状况是如此，所以从这个逻辑来去推理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没有个独立的我，不只是没有独立的我以外，也没有独立的法，每一法的存在都是因为依赖着他缘而有的，所以而形成了缘起见。因为缘起的关系而说了性空，所谓的空并不是说没有的意思，而是说这些的法是存在的，但是它的存在不是自力让自己存在，而是他力依赖着他力安立而有，并非是自己的力量或者是从他自己而存在的，也就是他生存的每一部分都是完全依赖着他而有，因此而获得改变的。所以每一切法的存在就是完全依赖他者而有的缘故，所以而说到了缘起见、性空见。现在这些原子力学他们也说，还有脑细胞的这些学者们他们也说，大约在去年吧，大约在华盛顿，在一个大的会议里面，我们已经有20多年与科学家交流的这个经验了。在印度的话，就是在每2年呢，我们都会举办一次佛教和科学之间的一个交流，而且我们在其他地方也每一年都有跟科学家有交流。那有一次，有一位科学家是来自德国，那他对于脑的这种认知，包括他的研究，真的是一位具有权威的一个专家，是具有非常渊博还有非常有经验的一位学者。北印度达拉姆萨拉有一次与科学的这个会议，那一次有一位科学家，他是脑细胞的这个专家，那他在那时候就跟我们说，科学家他们透过仪器已经知道了我们脑部的这种运作呢是互相的，并没有一个主控室、主控台来去控制，而是互相依赖着、互相传达讯息的情况之后，而来产生脑部的运作。有人相信有灵魂的话，根据他的这个研究报告，如果认为说有灵魂存在的话，但应该在他的研究报告上看到但是没有这种所谓的主控制台，或者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灵魂存在，在脑部是找不到的。他跟我们讲说，你们佛教徒跟我的这个报告没有矛盾的问题，因为你们认为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灵魂。他曾经有这样跟我们说，所以脑部的这种运作或者是作用，它并非是独立的作用、独立的运作。那加上量子力学的这些专家们，有一些量子力学的专家们，他们看到了，他们知道了
这是没有一个独立、一个最细微的原子。那他们因为再怎样的去解剖这个原子，都可以再去找到更细微的一个元素存在，所以他们觉得说没有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东西，这一切去解剖之后都可以再继续解剖，所以他们认为这是空的。曾经有人这样提出这种的论点。其实这个观点在2500年前佛已经说到了缘起性空的道理，但是这个缘起性空并不是说没有，而是说这些都是存在的，可是它存在的方式并非是我们肉眼看到的从自力让自己存在，而是完全依靠他力而让它存在的。所以现在科学家他们通过仪器所提出的这些论点呢，跟具有2500年历史的佛教的论点呢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有一次在德里有一次会议，有一位学者他跟我说，有一次他得知从一些龙树菩萨的著作，他找到了龙树菩萨的论点，尤其是有关性空缘起的这种观点，真的很相似量子力学的这种学论。那他是印度人，他觉得很骄傲，因为龙树菩萨是印度人嘛。那他说叫 Indian Sakharov， 他因为制造了印度的这种核弹的缘故，所以大家把他称为叫做印度人的智囊。那对佛教徒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资讯，因为透过现在科学的仪器，他们所获得的一些内涵，确实跟佛教的这些论点有很多相似之处啊。所以我还想要再讲一些，透过造物主的这种观点，我觉得对某一些人来讲是很有力量的。尤其是对基督教徒，我们认为没有前世，因为在这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一生，已经被上帝给创造。如果当你有这种想法的话，是非常棒的一个想法，非常完美的一个想法。因为你有这种很强烈的想法，所以你从内心深处跟上帝的距离呢是非常接近的了。因为我们来自于父母亲，所以我们自然会跟父母非常的接近，因为我们是来自于父母嘛。所以我们自然会有跟父母非常近距离的感觉。所以同样的，如果当我们讲到这一个非常珍贵的一生被上帝给创造了，是不是意味着说您已经跟上帝之间的距离非常的接近了？那这一种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非常珍贵的这一生是直接的跟上帝有联系的缘故，所以我们的存在，我们的这个非常珍贵的存在是依赖着上帝而有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追随着上帝的意愿来去生存。那上帝的意愿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更多的快乐、更有意义的生命、和平。这个就是上帝传达我们的讯息，那也就是慈悲、爱、宽恕，多好啊，不是吗？没有人说上帝都是生气的。上帝其实是无限的爱无限的慈悲啊，所以当您对神的一个距离越近的话，就会变得更有慈悲，拥有更多的爱。所以我觉得这一种的见解是非常有力量的见解，可以帮助我们慈悲以及爱的增长。但是我想我大概解释了很多不需要的这个内涵，所以我再继续讲下去的话，那佛教徒他们可能就要生气了，失望，那他们会把我从佛教的这个团体赶走，排斥我。Too much 그러다. 얘나 처장에 망치시. Too much digressions it seems. 얘나. Too much digressions into branch items. So now, if I talk these things, I think Buddhists made this point. So they may expel me from Buddhist community. But meantime, 但在这个同时，有一些我的基督教朋友在澳洲，我们真的建立了非常接近的这个友谊，非常接近的这种良好的这个关系。而是在一个民众的会面的时候，他的解释词里面呢，曾经有介绍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督教徒，那就变成他是介绍成一个非常好的基督教徒，但却不认为有上帝的存在，是不是这个意思啊？So now, now
今天要讲授的就是四圣谛。那这个四圣谛的最主要的基础呢，就是建立在缘起见上，也就是四圣谛其实建立在2种的缘起。那一者呢，就是12因缘，从生一直到老死的12支缘起。所以佛自己也说到了，当我们在建盖寺庙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大门前有一个12因缘的这个图，就是轮回的12因缘的这个图。Now I think I switch language to Tibetan because it's my English very 那现在我要改变我的这个语言， furthermore 转为藏文了，因为我的英文呢是非常非常烂。那当然，我因为年纪也大了，而且容易累了，所以我的英文呢也一起累了，也年纪大了，年纪也大了。那在这同时，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好的翻译，那他是跟我们一起从印度来到这里的，那我们有给他这个机票钱，还有给他住宿费。那如果不让他工作的话，那这个不就浪费了他的这个机票费还有住宿费了吗？那因为他也乐在其中，所以他必须要做一些工作了。佛陀圆满了正觉的果位之后，大约49天之内呢，并没有讲法，是安住在禅定当中。那之后，第一次的转法轮呢，是在鹿野苑，那时候讲了四圣谛，所以四圣谛呢是佛陀的教义的最根本的基础。在梵文所建立的教理里面呢，有这种的说法，也就是说初转法轮、次转法轮、三转法轮。那初转法轮呢，就是四谛法轮，这个就是佛教的根本的一个基础了。那之后次转法轮呢，就是在这一个基础上，因为四圣谛里面有一个灭谛嘛，那针对灭谛的内涵呢，再更详细的、广泛的做了这个解释，而说了次转法轮、第二转法轮。那在第三次的法轮的时候呢，针对于我们的心、唯名为之的心的内涵呢，更详细的、广泛的解说了。因为佛在讲四圣谛的时候呢，佛有说了四圣谛的一个性质的角度来去解释四圣谛，也就是说到了这是苦谛，这是极谛，这是灭谛，这是道谛，这是以四谛性质的角度去诠释四圣谛的。那为什么说到圣谛？圣字是代表什么意思呢？而是说透过了智慧非常详细的、深入的来去思维的话，那真实的状况是如此，而把它取名为圣谛的意思。所以佛是透过了性质的角度而来去解释四圣谛的时候，是讲到了基本的实际的状况是如此，这是所谓的基道果的基了。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痛苦，那当然我们也想要离苦，可是痛苦的层次我们必须要去深入的认知啊，所以我们先要认知痛苦。于是呢，佛说了认知苦谛，这是苦谛，就是叫我们认知的意思了。那同样的，痛苦也是依赖着因缘而有的，所以如果我们对痛苦想要去远离的话，我们必须要去认知要远离的痛苦是什么，痛苦如何远离啊？于是我们要去认知极谛，也就是苦谛的因。那为什么要了解到苦以及苦因呢？最主要是为了消灭痛苦嘛。为了想要消灭痛苦，所以我们要去寻找解决痛苦的方法啊。那如果没有方法可以解决痛苦的话，那我们认知痛苦是没有意义的。那还不如我们去喝酒，或者是去休息，或者好好的睡觉。但是问题是，痛苦既然被佛已经说到我们要认知痛苦，要认知苦因的话，所以我们就要去了解到说，原来痛苦它是有方法可以去解决的。为什么呢？因为痛苦的因缘是一种颠倒的执着。极谛有可以分业极谛和烦恼极谛两者。烦恼极谛最主要是讲到了与实际状况不吻合的一种颠倒执着。那这个烦恼极谛就是说与实际状况不吻合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的缘故，我们称为叫做颠倒执。可是实际的状况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真谛是永远是存在的。因为真谛是永远存在的缘故，所以了解真谛的智慧是永远都会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如果我们认知真谛，认知实际状况的话，透过这种的智慧，我们自然就能够消灭这种颠倒的执着了。所以颠倒的执着它是有正对治的，那就是认知真谛的智慧，认知实际状况的智慧。
所以烦恼极地就是讲到了颠倒执着。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的话，那这一种颠倒执有没有正对治，有没有其他的智慧来去消灭的这种内涵呢？我们自然就不会了解。因此呢，烦恼极地的根本，或者是说烦恼极地本身，它为什么与实际状况是不吻合的，或者是颠倒执着？那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要去认知啊。于是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也就是说，什么是实际的状况？所以在第三地灭地的时候，而说到了诸法无有自性。所以所谓的灭地呢，就是说透过了自性空的这种真实的状况去认知之后，升起了这种空正见，透过空正见来去对治颠倒执，这种烦恼极地的颠倒执完全消灭的时候，叫做灭地。所以，当空正见正在对治这种颠倒执的时候，这种的空正见，我们把它取名为道地。所以，灭地和道地是在诠释什么呢？就代表说，痛苦是可以消灭的。其实，性空的意思呢，就是实际的状况。我们通过实际状况的认知来去消灭与实际状况不吻合的颠倒执，是透过这种的方法来去消灭烦恼的。如果实际的状况是如此的话，那我们都想要离苦得乐吗？这是不需要疑虑的。所以，实际的状况既然是如此的话，那我们要如何去取舍呢？所以，佛在此就透过了四谛的作用来去诠释四谛了。也就是说，认知苦谛、断除极谛、证得灭谛、修成道谛，这个就是以四谛的作用来诠释四圣谛的。透过四圣谛的性质认知，还有作用的认知，那会获得什么样的果实呢？所以佛在此又说到了知苦不可得知，断集不可得断。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彻底的、透彻的了解痛苦，有些把它断除的话，就没有多余的痛苦让我们去经验，让我们去体会了，所以叫知苦不可得知。那断集不可得断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完全彻底的断除了一切极谛之后，就没有多余的极谛要我们去断除了。所以同样的，像灭谛来讲的话，当我们圆满一切极谛功德的时候，就没有多余的灭谛可以让我们获证了。所以叫正灭不可得正。修道不可得修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圆满一切道次第的时候，那就没有多余的道谛可以值得我们去学习修行了。所以叫修道不可得修。所以整个四圣谛就说到了苦集灭道，知苦断集正灭修道，知苦不可得知，断集不可得断，正灭不可得正，修道不可得修。就是佛说了知苦的时候，那我们会认为说苦不需要去了解啊，因为痛苦这种东西动物也知道啊，它为什么要去学习？为什么要说知苦呢？其实佛说知苦的意思，它的用意是说我们要认知苦的根本是什么。所以苦有可以分不同的三种的层次。第一个就是苦，那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谓的痛苦，也是痛苦的感受了。但是一位西藏大师曾经有说到了，我们要知道痛苦并非是苦，因为这种痛苦的感受，动物也会知道，所以这不需要特别的去强调了。那第二种层次的痛苦，我们称为叫做坏苦。那这个坏苦是什么呢？就是世间快乐的感受，世间荣华富贵的这个享受。但是我们佛教徒把它取名为是坏苦，其实也是一种痛苦。它是一种痛苦的性质，虽然并不是说它是一个痛苦的感受，但是它是一种有漏的快乐的感受，但是它也是算一种痛苦。所以这是第二层次的痛苦，称为叫坏苦了。那最主要的痛苦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业和烦恼控制的情况下，而去取得这一个身，而去取得这一个心，所以这种业和烦恼所生的五蕴，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知的痛苦，这称为叫行苦，这是最重要的。如果光是第一层次的痛苦苦来讲的话，动物他们也知道嘛，所以这不需要特意的去学习认知啊。如果是第二层次的这种痛苦坏苦来讲的话，外道像4禅天以上的外道，那因为他们已经获得4禅天的这个禅定的缘故，所以他们之后的感受都是属于一种舍受。所以只要4禅定以上的这个禅定的力量存在的话，那他们的感受都不会有快乐的感受，所以他们可以暂时的从坏苦当中获得解脱。所以第二层次的痛苦并非是佛教不共要诠释的一种痛苦。那佛教不共诠释的这个痛苦是什么呢？就是第三者痛苦，叫做行苦。
业和烦恼所生的缘故，所以这些都是痛苦。那行苦，这才是真正的一切衰害的根本。也就是因为有了行苦，所以我们才会形成所谓的生老病死的。其实，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人追求的就是世间的荣华富贵嘛。其实这是一种坏苦，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些的坏苦，这些世间的荣华富贵，为什么它是属于痛苦的呢？因为它的根本是行苦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由业和烦恼所带来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究竟的快乐。所以世间的这些荣华富贵，聚成这些的因缘，都是由烦恼和业的种种的因缘聚合起来才会产生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我们佛教徒有这样取名为沉溺于苦海当中。所以我们现在所遭遇的，或者所得到的感受，一切都是在一种辛苦的一个性质当中。所以我们也无可抱怨了，也无从抱怨了。因为我们现在所接触的这一切，要么就是烦恼之因，要么就是烦恼之果，所以所得到的最后呢，都是烦恼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去认知说，既然这一切都是行苦的一个性质，都被业和烦恼所控制的话，是什么样的因来控制成我们，让我们如此的无自主，让我们如此的痛苦呢？所以我们说到了要去认知烦恼的根本。那当然，痛苦的因缘我们称为叫做极地，极地可以分业极地和烦恼极地两者。如果讲到业极地的话，有分生与意三业，三种的业。那业和因果之间还是有不同的。什么叫做因果呢？因果就是之前所说的一切的形成都是由它的因缘聚合之后而形成，这就是一般因果。在这种因果的规则下，如果某一种的因素是跟生命体有关的，或者跟动机有关的，是由某种意乐而聚成了这种因缘的话，那这种的因我们把它称为叫业。那为什么这些都是依赖着因缘聚合而有的呢？这是法性，就像为什么每一刹那都会改变，这是因为法性的关系啊。它不需要依赖着其他的因缘，让它每一刹那都在改变了。所以我们在佛教的一个观点来讲的话，我们说到了法性理、法性正因。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实际的状况是如何，法性的规则是如何。就像我们为什么会有自然离苦得乐的想法，其实这也算是一个法性的规则、法性的正因呢。就像说，为什么会有这些的色法，为什么会有这些的心法等？那因此，与这色法和心法有关的因素下，我们会形成快乐和痛苦的感受，这些也是法性。或者说，眼识与色法接触之后，会产生这种色法的眼识，或者是眼识依赖着眼根而有，这说不定也是法性吧。那当然，我们说到了有很多不同的种根。那这个跟业力说不定又有关系了，但是我可能不是很清楚了。总之就是具生自然而有的这些的法性，如果具生而有的这种自然的法性，如果再去仔细观察的话，我们只能说不可诠释了，然后只能说这是一个法性的规则。就像好比意识是没有开始的，这也是个法性。那为什么意识没有开始呢？这是法性啊，法性规则就是如此了。那之后就说到作用正因。什么叫作用正因呢？作用正因和依赖正因不同，一者呢是说依赖着因缘而有，也就是说果依赖着因而有，也就是说到了能生和被生，这个是作用正因或者是依赖正因其中之一者。我时常搞混掉这个依赖正因和作用正因。那另一者是说依赖着其他者，或者是遇到了其他的因缘而获得改变，就像好比科学家透过两种不同的元素混淆在一起之后而形成了另外一种的作用了嘛。所以两种不同的因缘聚合在一起而形成了新的另外一种因缘。那如果以我的这种看法来讲的话，我认为说作用正因来讲的话，我每一次都搞混，就是作用正因还有依赖正因，到底哪一个才是跟因果有关的？如果讲到火，它本身有炙热的作用，它本身有燃烧的作用，这个叫做作用正因的话，那作用正因就不是因果了，依赖正因就是因果了。但是我觉得说因果如果把它取为作用的话，好像比较容易，比较简单。但是我不能依照我个人的想法来去解释，我必须要按照大论点的讲法来去解释，所以我时常混淆在一起了。总而言之，作用正因就是说到了每一个法都有它不同的作用，那这个不同作用两法呢聚合在一起的时候，又形成新的作用，这个叫做作用正因。
那依赖作用呢，就是说到了果依赖着因而有，也就是每一个果都依赖着它的因缘聚合有，以这种的方式来去做诠释，这叫做依赖正因。那既然我们想要离苦得乐的话，苦和乐又是依赖着因缘而有，那所以呢，苦和乐，因为我们想要离苦得乐嘛，我们想要快乐，不想要痛苦，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知道说苦乐的因缘来自于哪里，我们必须要去学习。通过这种的因会产生什么样的果？那这个果是我们想要的快乐，还是不想要的痛苦呢？因为我们想要快乐，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追求，并且去累积这些快乐之因；因为我们不想要痛苦，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认知痛苦的因，并且加以排斥，所以而形成了成立正因。就是取舍的意思，所以总共有4正因呢，4种的实际的状况：法性正因、作用正因、依赖正因，还有成立正因。因此呢，作者因为某一个动作的作者，他因为随着动机、随着依乐而做出了某种的动作，那这种动作又有一个形成后者的一个影响，它本身又是一个因，但是因为跟依乐有关的缘故，所以我们称为叫业。那这个力量我们称为叫业力。那既然一切的业都是由动机而产生的话，那这个动机所形成的业为什么会造成痛苦呢？是因为促成这个业的动机里面已经有了烦恼的污染，所以我们现在要认知什么叫做烦恼了。所以一般的由动机所造的业可以分好的业，还有无记业，也就是说既非善也非恶的，还有由烦恼所造的恶业的，这个可以分3者。由善的动机所造的这种行为或者是某种的动作，这我们称为叫善业。那当然，这个善业里面有可能有一些是来自于无明，透过这种自信的执着而产生的这种善心，来去造这个善业，这也是有的。那至于有漏业和无漏业的这种解释，就可能就比较复杂了，因为下部论师和上部论师对于有漏和无漏的这种解释呢就很复杂了。总言之，让我们堕入轮回的这种引业，最主要是由无明的动机而来去促成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轮回的时候，我们把贪嗔视为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是自己的最亲近的朋友。那可是我们要知道说，因为贪嗔，让我们沉溺在轮回的苦海当中。纵使我们口口声声说轮回是多么的痛苦的，我们想要消灭贪嗔，可是实际上从内心深处，我们还是依赖着贪嗔，把贪嗔视为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不是吗？那贪嗔虽然是烦恼的一者，但是最主要的烦恼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烦恼3毒，就是贪嗔痴3者。那这个痴又可以分2者了，完全不知道的这种痴心，这个是没有危险的，它不会造成极大的伤害的。那最危险的是什么呢？就是颠倒执着的痴，颠倒执着的这种邪执。那这种颠倒执呢，这个是很危险的，会造成问题的。所以佛说了，所谓痴和无明的时候呢，说到了，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想要离苦得乐的，但是明明不想要痛苦的当下，却要遭遇痛苦，这代表什么呢？我们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不是了吗？一定是我们做错了什么，所以在不想要痛苦的情况下，仍然承受痛苦，仍然遭受痛苦吗？这代表什么？我们不知道某种东西，或者我们颠倒执着了某种东西，所以说到了痛苦来自于无明的。那至于这种的意识或这种的动机是否是无明，我们要如何得知呢？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了解到实际的状况是如何了。所以因为讲实际的状况的认知，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知恶谛的内涵。也就是说，在无寻无找当下所认知的实际内涵，以及有寻有找之后而去认知的实际的内涵。那为什么有寻有找之后去得知的内涵，这是非常重要的呢？因为我们所谓的一切烦恼的根本无明，他什么样去执取的呢？他执取诸法的时候，认为说诸法不是并非看到而去感到满足它的存在而已，而是说，我现在是以上部，最主要是以中观的认识的观点来去看呢。当然，唯识的观点还有有部还有经部的观点又是不一样的了。我现在的这个解释呢，最主要是以中观论师的这个观点来去做解释的。那中观里面又可以分佛部论师月称菩萨的这个传承的这个观点，我最主要是以这个传承的观点呢来去做解释的。也就是说，我们无论看什么，
随着以前的串习的力量，我们会看成说每一个东西是从他自己本身让他而有的，而去产生这一种自信的执着。我们会认为自己所看到的是无误的，是没有错误的。于是我们会相信我们的看法呢，来去认为说这一切都是独立的，是从他自己而有的，因此而产生了贪嗔的。但是实际上是否是自信而有的呢？并非是自信而有的，这是有足够的理由让我们去推理认知的，也可以透过自己的经验来去了解的。就像我有一个认识的科学家的朋友，他曾经有跟我说到了，他透过科学的这种研究来去认知到说，当一个人很生气的时候，他在生气的当下所看到的这个看法，和实际上本身已经有99%的不同了，已经有99%的差距了。这是透过他的科学的这种研究而研究出来的报告啊。所以代表什么呢？当我们产生极大强烈嗔心的时候，所看到的东西跟实际上的东西是不吻合的，而且有99%的不同的，这为什么呢？所以这一个的内涵与佛教里面所说的一切的贪嗔、一切的烦恼，跟非理作意是很有关系的。这个内涵是非常吻合的。透过非理作意去捏造事物的好，或者捏造事物的坏。于是呢，当我们贪心或嗔心产生的时候，看到事物原本只是可能50%的好，但是我们把它认为是100%的好，或100%的坏，而产生了嗔，而产生了贪啊。所以一切的烦恼最主要是由三毒而产生，三毒里面最主要是由痴心而产生。那这个痴心最主要是由颠倒执着，认为有自信的执着而产生，才会去捏造事物的好或坏。所以我们要认知实际的状况，认知无有自信来去对治烦恼的啊。去同我出嚟㗎。We are going to meet at 1 p.m.